好快到年啦，各位家姐一定要睇實自己嘅女。而家全國出現咗一波頂級嘅殺豬盤，就係專門針對嗰啲單身嘅拜金女啊！呢個方法比搶劫仲要快，劫財又劫色。以前都有噶，但係最近呢就特別猖狂啊！亦都請屋企裏邊有女個，將呢條視頻呢就發到你家族群裏邊。而家就係外邊嗰啲房產中介啊，非常多套路啊！我同你揭秘一下。就算呢件事你最後發現上當被騙啊，亦都幾乎冇有解決嘅方法個，就係一個死局。你如果入局呢，嗰啲女仔呢一世就咁樣就廢掉啦啊！除非佢再去揾另外一條賺快錢嘅路啊，逼佢哋走上不歸路啊！而家就係大亞灣啊、芝丹國非常多嗰啲賣冇出去嘅房啊，開發商回款好困難，中介呢收入亦都好低，咁點樣快速將嗰啲房賣出去呢？揾女朋友，揾咩鑊客啊？所以如果你過年回到屋企，聽講邊隻女仔嘅能力一般，長相呢亦都好一般，竟然喺大城市就買咗房啦，都係咁樣嘅套路啊！一群男仔呢就各種加微信，各種撩妹，各種約會，一見面呢就講愛你哇，中意你，兩套房俾你好嘛？你放心啦，冇有邊隻女仔冇心動啊！幾乎佢哋嘅微信全部都係女仔來噶，同你講交首付，佢就來供。其實呢都冇需要首付啊，就係佢哋攞開發商傾好咗，交首付嘅定金可能都係開發商俾嘅。你一睇呢，一個男人攞咗幾十萬來幫你買房，仲寫喺你嘅名下，你係冇係愛得死去活來呢？全程配合。其實呢套房都係零首付噶，等你買房合同1000，貸款手續1000，拜拜，分手拉黑啊！該發生嘅關係呢亦都發生啦，該孭嘅債呢亦都孭咗。那麼中介費呢，其實賺到手啦。你講俾我聽，呢個局你應該點樣破？基本上通過呢個操作呢，佢哋每日都有收穫噶，佢哋仲會鬥快，睇邊人玩得更加多錢。反正賺咗錢啦，女呢亦都騙啦。最搞笑嘅係，好多拜金女呢發現唔到呢件事，都以為自己做錯乜嘢嘅，失去咗位白馬王子高富帥。嗰啲房呢又偏又遠，根本上就冇人要嘅，要麼就係孭冇起，成為咗黑戶再想揾老公就好難啦，要麼自己去揾另外一種賺快錢嘅路數咯。大好嘅人生最美嘅年紀就咁樣冇啦。呢個冇係故事哇，而且係每日每時發生嘅案例，請你一定要點讚收藏，轉發俾你身邊嘅女。揾老公窮一啲冇關事，兩夫妻齊心協力，勤勤奮奮去做，一定可以闖出一片天啊！喺我哋連歌都有好多拜金女，你哋好自為之哈。